前日、副前日，检察署顾问领入各位前的大家，大家午安。讲师午安。非常的欢喜，真年你若讲回想咱有年的时阵好亲像你家手节啊，这已经经过一年啊，你若想这时间会紧，就代表讲时间的催人所以咱修行是一定要把握时间，因为时间是宝贵，足宝贵。今仔日就无过今仔日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把握现在。毋若亲像少年意愿较好，食后意愿歹，若讲食后才来出片，道理你看，每一本册你甲看拢足好，拢非常的好。但是好呢，可惜记袂起。记袂起要安怎？要用足侪心，要用足侪心。看到一个好的道理，咱甲记录起，用一个小抄，用一本手指簿仔来记录起。记录起的时阵咱以后上3号的时阵，不管是咱下加温习，温习的时阵你就了解。你今仔看无相像，明仔载看佫无相像，后日看佫无相像，是安怎无相像？我无有定法。讲一也使，讲2也使，讲3也使，伊无离开迄个本体。所以这点就知影，就是代表咱有定心，代表咱有定心。毋是讲我今仔讲明仔载看安尼，后日佫看安尼无共。安尼我这安尼记，你话记你拢甲做一个体会，安尼慢慢咱你带伫咱的脑海内底有一个分析，对这种学对咱也是讲我要想讲要讲这个题目，那么迄个题目学就猜出讲，迄个题目我大纲先我写起，来开始看要了对调，开始讲第2点、第3点、第4点就分，分落足济，分足济了后的时阵，每时你分的时阵，倒来的时阵，你按你分理解，你就开始伫遐想讲我即句要安怎讲，较互人会清楚，这是上重要。你每年拢做这个功课，包括你早时背起来，就已经困6、7点钟啊。必须会使背起来，背起来时阵，你就背起来甲看册，甲分析一下，安尼时阵，自然你就会记入你脑海内底。安尼来，你要讲道理的时阵，人迄前辈有甲咱讲，安尼你讲道理较会活啦，毋是死板，安尼是你讲话的时阵较会记法啦。无的时阵你文字写足济，写足济的时阵，你就叫文字白死。你就掠多遐看，你毋免，你甲掠一个大纲起来就好。讲有对就讲无对就无要紧。莫离开本地就好。所以互伊就采取用一张细条单，来甲做一个记录。来掠着的时阵，甲先来分析。分析得清楚，咱就不妨下家咱咧做一个参考。无清楚的，经过咱的智慧，佮经过来个加工再制。安尼时阵用即种方式，安尼咱人的心境，咱对道法先成就，你才有所帮助啦。这是互我一种经验嘛。你甲看咱过去迄个前辈者。伊咧讲经说法是安怎？伊毋免写足个资料，伊是啥物原理？伊是多讲、多看、多听。佮加上伊过去是有种了无量无边一种一个法的政治人内底，伊先看先清楚，
像我这个地位吼，毋著是啊看，佫看无，佫含慢，毋著是啊头壳用足济就对啦。若讲用到头毛手八啦，无怪啦，70几秒咱会八啦，八是正常的啦。所以呢，咱把握咱今有生之年，好好来甲把握这个时间，因为这个身躯毋是遐尔简单得袂着，真正得袂着。你要看，你互你得袂着的时阵，你要伫你所比的啊，伫越南啦，伫印尼啦，伫对啊，伫迄较落后国家，伊无迄种法，无迄种法来甲启发着伊的智慧。安尼伊智慧永远拢去记落遐个黑暗，怎啊都蒙蔽，受着遐名利运来、贪嗔痴啊，等等遐个物件保养着地，甲蒙蔽着的。所以智慧永远无法度记录，因为智慧咱知影无形无相的物件，毋是红的，毋是青，毋是白，毋是乌的。只要你一念智，你自然你的智慧就生，好无？一个一念，然后生起，有迄个智慧，安尼的时阵自然迄念智，迄念智慧就转，智慧就生，所以你一定要知影，智慧也生出来的时阵，你要应事应定应运的时阵，你在你生活内底完全是足自在，完全连一点挂碍都无。某囝对你偌尔啊歹。囝对你偌尔啊歹，你完全对你来讲，完全拢是无障碍。是安怎啊无障碍？因为我有智慧，因为我前世见证恶业，我会惊异世对我不好，应该。我如果建立善缘来，我会惊异世你就对我足好。这拢一个因果一个关系，咱毋免怨叹。总是咱人的命运是拢咱过去世所创造的。所以这个身躯好啊把握，千辛万劫了得到咱这个身躯，所以咱有这个身躯，少着这个身躯，来发挥咱的作用。啥物作用？身躯的作用啊！你今日去食菜要创啊？食菜你就是要身躯嘛，研究着你要创啊？你要开启你的智慧嘛，是毋是拢安尼？智慧是用体悟来的。用体悟道理来，生出你的智慧呢。佛嘞，不是证悟来，伊是亲情而知，真义证悟来。所以把这个身躯，就这个身躯，在咱有生之年的时阵，我即世到底要生活，无生活是无彩，要等下后出世来可能难上之难，敢若了解这点。趁这个身躯。佫会当利用的价值，甚至佫利用的价值，佫会当持续活动嘛。对对，像佫会驶车咧，你今仔拢袂驶车，今仔讲咱蒋老师讲要有企业要叫我来遮，通咱结成善缘，咱嘛无机会，对毋对？处处就讲风财无啥方便。你既然讲风财的时阵，代表你讲袂出路啊。安尼你讲道理有影，就难啊嘛，就无机会啊。无机会啊！食饱等咱毋创贵安尼尔啦本土创贵安尼尔，所以咱是有限。咱第五，因为心经内底，但无好讲，嘛是一定爱讲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过去要讲心经的人除了咱新闻山，迄阵空间公司抢的啦，好无？讲心经，讲心经的时阵当然你听，当然是见智啦，各有因缘去接收嘛，心经完全是拢是讲互上顶智慧人听，因为心经是完全讲开演真心本性，甲咱若佛性这段因缘的，真了后，过去是种这个好的因缘，真正要听心经，毋是遐尔啊简单。但是多人讲，多真济人来讲，真济因缘来讲，佫有定定咧听，安尼时阵，咱就袂讲作涩的啦。华汉呢，
有哪工作者啦，哦，你管理嘅工作者过来，啊，今仔就讲观自在菩萨，我用嘅菩提来做参考。明年度咱若讲行深发这波罗蜜多，哦，啊，这是要安怎做，啊，要安怎行？因为遮你才通照见五方艰苦，你才会当度一切嘅苦厄。啊，你心经你也整个到一切苦厄，你拢通达了后壁，可能讲哦，伊无表在啦，拢清楚啦。这咱来知影一点，那么我就来观自在菩萨。这是呢，这无义呢。普观自在菩萨，菩萨伊嘅生活就是自在，伊生活就是自在，行住坐卧拢自在，看自在，听自在，做自在，所有一切诸无生杀，所有一切拢是自在，这是菩萨伊嘅行住。为何伊会当达到呢？伊有这个观。观就是你就要用你的发这个智慧，对吧？用咱人发这个智慧来观，用自性来观，你观出来，自性就是真正的，智慧就是不念的，当时智慧到有力量了无力量。那安尼时阵，你所看到一切，你看见的物件，拢都是虚幻的。看到这个唔对，你嘛是虚幻啦。看到所有世间一切人事物的过程，你拢总是恶啦，拢虚幻的，拢是自在的，拢是真正，拢总是平等的，拢总是可爱的。如果咱今仔用意识心来甲观，安尼意识就是分别，啊，你若分别的时阵，就即种你心中就挂来，挂来你就烦恼，你就无自在。正人方面就是拢安尼啦。这点咱就定较清楚。所以咱今仔日去看任何物件，你要用真心本性去看，用智慧去看，用清净心去看，用平等心去看，用自在心去看。啊，你看任何物件，无有啥物人对咱无欢喜的，无有啥物人去干扰着咱。因为时啊，你看拢会当把善分解，对不对？啊。伊虽然是知影迄人好歹，分别名相，伊知影，伊嘛有分别啦。这人好啊，你路边杀人放火，抢劫个拢歹人啊。但是你因无因为你歹人，你来影响着你的心，对无？安尼即摆人也无智慧人，看到歹人啊，迄个人吼，实在够歹啦，歹甲实在够歹啦。你像我种地间啊，食钱食干咱啊，为较土的，你讲，迄就该安那哟，安那哟，安那哟，安尼袂安那，咱造成咱的考验嘛。伊的唔对，参咱有啥物关系？参咱生活有关系无？有关系，一点关系嘛无。哦，了无相干嘛？伊生活，参咱生活无相干嘛？伊唔对是伊的接受因果的报应嘛，咱就唔对咱接受嘛。个人做啥物？结啥物果嘛？迄是个人叫因缘果报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咱要修道到底就要智慧，哦，到底袂使无智慧，哦，无智慧会人话人耳啊，牵着鼻子走，有无？哦，咱来做导演呢，咱毋是做演员呢，哦，演员就是导演，叫你哭你就哭，叫你吼你就吼，叫你笑你就笑，咱是做导演呢，导演是你主宰演员呢。导演就是你主宰咱全身躯的知觉活动呢。你生活的底面的时阵哦，你袂去分辨，你袂集中呢，你心中袂使有生妄想之心呢。啊，我有即种物件呢，咱是做导演呢，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导演就好人那袂歹啦。所以观就是已经有连观之地。
观之境，两观之义，皆是空。我现在写法，我写上水啦，写上水吼，时间会浪费足济啦。所观之境，皆是色。对吧？所以呢，写讲色空不异心理，对吧？看了色，就去见了空；看了色相，就去见了空性。啊，你看见了物件、歹物件，你敢会受影响的？敢会受影响？袂受影响，因为你看了色相的中下，就是空性。空性的物件就是自性的本空，就是回归到你自性的本空。自性的本空的时阵，啊，安尼你看见了物件，完全无障无碍，还无障碍。伊看到伊色性、色的体性，对伊。所以空就是自性的本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嘛是色，这嘛是色，伊个是看到色叫做法色，哦，看到色，看到伊法色，法色甲空色有共无？两个色拢讲是一样。所以心经才甲咱讲，色不异空。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这是观自教菩萨。伊即句的意思，连观之义、所观之境，就是讲吼，伊一定爱用自性的。你着按自性的法界的了地位来观照，啊，照见世间所有一切之境，世间的任何一切的景象，好歹的景象、是非的景象，哦，等等一切的景象，你会受一切的景象所影响，你的心伫遮啊，伫遐自在。无受影响，你才会自在；有受影响，你绝对袂自在。哦，绝对是袂自在啊！所以自在，什么叫做是自在？自在就是真心修持之果，自在。是毋是？一个生活你会当自在，就是你用着真心来修持，所得到的结果，你才会当自在。是毋是？无你敢会自在？你若用假心去修持，你敢会自在？袂自在。为什么你袂自在？挂来一大堆，看袂自在，听袂自在，想袂自在，做拢袂自在。任何物件甲你小干扰着，你就拢袂自在啦，对不对？这是用假心。菩萨伊就是用真心修持，所得到的果，伊生活才自在，伊才自在。自在意思就是讲，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对不对？绝对让他们见性的自在啊！这个菩萨，伊就是明心有见的自性的啦。哦，
伊修持方面已经回归到伊的佛性，修持方面已经回归到佛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性的内底面有对立无？敢无？无对立。有对立就袂自在。哦，无对立你才会自在，因为性上是对立。性上是对立，对不对？理事是对立，哦，因果是对立，好歹是对立，等等一切拢是对立，真假所有一切拢是对立，是毋是？对立拢无，安尼你才是真正。究竟圆满啊，回归到你本来面负责的主权。安尼心规本的整个生命内底，拢徛在本体内面了。所以佛伊讲，拢讲到是本体，伊到底无离讲离，讲对立的啦，讲相对的啦，伊到底无讲相对。伊到底是有相对与绝对，对不对？伊相对内底到底不能成分，完全是一个众生一个，众生一个。哦，黄甫禅师讲，自古以来，绝对无迄个相对的分，拢是绝对在甲你做伙的。所以整个心经内底拢是徛在绝对的本体来讲。无的是绝对，讲伫咱人的真心本性来，咱的自主佛来，拢是绝对，所以菩萨是见性的菩萨，明明伊本身是清净的圆满的具足，是顶顶的，伊是灵修的，伊心非常清净，伊是圆满的，伊是无时间无空间，顶顶一种野白。伊无时间的当地，空间的大小，伊拢无。有就是还佫相对，无就是亲像虚空相像，虚空相像。就咱的自性亲像虚空相像，你行到倒去拢总无障碍，有障碍无？无障碍。鸟仔伫空中咧飞，无障碍；飞机伫空中飞，无障碍。咱若有时间、空间这么限制，当然就挂碍，对不对？你要夹条做，迄条来挡掉；你夹条来，迄条来挡掉；你夹条来，迄条来挡掉。迄叫做时间的限制，对不对？空间的限制，时间的限制就是讲时间一日来过。咱若回归到真心本性内底，就对无这个物件，超过时间，超过空间。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，自由自在，你要去对也很自由，是吧？你要去美国，你买一个去到美国，想上到美国就到美国，是吧？你也看观世音菩萨，全世界遮侪人，人口遮尔啊济，只要你呼请观世音菩萨一个佛号，那是几秒钟了时间。观世音菩萨如果伊今仔日若去伫美国。来讲啦，伊来救度众生，你甲好请，伊先马上先到，伊叫做无时空之间的限制，是毋是？所以观自在，菩萨真心修持这个，所以菩萨，伊是解脱无碍，伊解脱了生死，伊无生死可了，伊嘛无众生可度，伊讲众生可度。有众生可度，就代表你的众生心还未死，众生的心还未死，对不对？代表伊心中无众生，所以无众生可度，伊是徛在绝对的本体来讲。咱呢，咱有众生无？有啊，有嘛，绝对是有的嘛。你若无，你就是不，你就中你啊，你生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我今仔甲你骂，你欢喜咧？袂欢喜嘛我甲你请客，你欢喜嘛？你嘛是袂欢喜嘛？对不对？菩萨你不讲伊烧香，
小想伊心自主不动，伊心自主不动，因为伊回归到空性的本体内底嘛。空就是无障碍。你搁逐面，你搁逐拍，你搁逐创啥，你也拍会得啦。是讲啊，你管嘛，伊拢总袂种无碍啦。所以菩萨伊是无障无碍，连除了障碍拢无。可是咧，咱今仔日有障碍，爱搁努力拍咧，那个修嘛，对不对？你定爱搁修啦，无修袂成佛啦，无修袂成菩萨啦，无修袂成阿罗汉啦。哦，这后边咱等下会搁讲着啦，哦，所以菩萨用智慧去观照，哦，照见世间所有一切的相，有无？世间所有一切，伊也上道上、人上、人上、我上、众上、上，受者就所有一切，目睭看会到的色相，拢总是依幻无实的，对人真实的，对人真实的。今日道真实的嘛，30-50年歹去无去，对不对？其性不空，伊性，伊的性就讲到道伊的本体，伊的性是空的物件，也因为伊空，伊才会当存在。物件伊的生命，物件宇宙的万物的生命，绝对一定爱伊互相依赖。伊才有法当产生伊的作用甲价值，是毋是安尼？人的存在，嘛有灵性的存在。这个四大结合的成分嘛有灵性的存在，两爱互相两项互相相依赖，你来产生我这个成分的价值甲伊作用，对不对？是毋是安尼？这个价值是啥来的？今仔我的灵性嘛出现时，我这个成分。四代变无伊个，变无伊啊！我这个成分就变无伊啊！啊，我这个成分的价值甲作用，讲就讲袂好当法律，到当法律，是毋是？哦，所以我今仔日价值就是，所以今仔知影一条，其性不空啊，虽然空，你才产生伊的作用。既然空，就无依法可定。空的物件，回归到空性，就无依法可定，嘛无一项可修。无一项可修。你若拢免去修啊，因为你回归到你空性内底面啊，你就免去修啊，敢就去修？唔免修啦。所以讲都不用修，有这句话。咱道点讲不是你讲，但用木，但无物量，有无这个话？但是讲咱免修，毋过咱今仔定这个班要创啊，咱定这个班，咱免修我叫定班，下面我哋大家纠结，我一定爱修。你说不用修，就是讲你袂使用心意先来修。教导叫你唔通用心意先来修，不用修，不用修，唔是用心意先来修。心是妄想，意是分别，色是执着。安尼三大嘅都是咱嘅问，不是教导你袂使用心意先来修，无要修啥？要修啥？唯有要修的是修个嘞，修这个，修这个无调无调的，一切拢无调，一切拢无调，无调接。